位師兄師姐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賽馬頻道。撳咗訂閱未啊？未撳就真係要快啲撳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甩漏我哋最新、最獨家、最深入嘅賽事大解剖啦。今日同大家直擊2026年4月19日星期日沙田日馬第2場5班泥地1200米呢場超級大混戰。廢話少講，我哋即刻入正題，同大家瘋狂起底。先嚟地獄判官環節，睇下邊幾隻伏馬今日要直接飛走。2號花香月明近績低迷，泥地性能存疑。第一隻要話大交叉嘅，絕對係2號花香月明，整體走勢都係非常吃力，完場傳唔到競賽節奏。泥地賽事極之考驗馬匹嘅鬥心同體力，一隻近績咁差、毫無走勢可言嘅馬，落到泥地只會更加吃力，直接飛走無眼睇。4號多彩多姿久休復出，狀態成疑。第二隻要踢出局嘅就係4號多彩多姿，雖然佢最新一仗跑入亞軍，但大家睇真啲，佢休息咗成4個幾月冇跑過。喺泥地1200米呢啲步速極快、久休復出嘅馬，通常去到最後200米都會出現唔夠氣、腳軟嘅情況。久休初出席，搏率大打折扣，堅決放棄。5號巴閉佬泥地大外檔，形勢極被動。第三隻要無情踢走嘅係5號巴閉佬，今次最攞命係抽到12檔大外檔。大數據講得好清楚，沙田泥地1200米排大外檔，簡直係死亡檔位。起步如果要切入內欄，就要耗費極大體力；如果夾硬留後，又會全程被逼食沙，完全影響馬匹呼吸同發力，形勢惡劣到極點，清走晒啲伏馬。即刻睇下邊幾隻馬係今場結合數據同猛料嘅完美 package。3號超風速充滿淵源，10磅妹騎兵博大霧，貴福特馬房嘅3號超風速，今場練馬茶嚟見雜騎師袁幸堯，減足10磅上陣。最值得大家留意嘅係一段鮮為人知嘅淵源，今次係袁幸堯首次同練馬師貴福特喺香港合作。但原來小妹舊年去南非受訓嗰陣，首場頭馬正正就係由貴福特個仔貴輝定訓練嘅。呢個充滿報恩同傳承味道嘅配搭，絕對有機會一拍即合，擦出火花。喺泥地5班混戰，減10磅，身輕如燕，憑住呢股無形嘅默契同輕磅優勢，隨時有望取得佳績。爆出驚天大冷門，買4重彩絕對值得一拖。9號爆熱，黃金內檔，班底佔優穩陣，全場最值得大家重注嘅首選，一定係告東尼馬房嘅9號爆熱。呢隻馬今次由艾少禮操刀，最正嘅係抽到一檔嘅無敵黃金靚位，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準備好，你一開閘銳一少少慢咗啊！前面快嘅馬銀亮豪俠橙眼罩，出邊淺藍帽城中勇士。咁再見到第3位日眾月讚走咗上去第2位嘅馬，仲有隻爆熱啊！中間第5藍眼罩泰勝區內欄呢，咁啊仲有隻魅力星係紫色衫噶，後多層嘅馬啦。咁啊見到淺藍衫內欄位置係南區王啦，後邊嘅馬匹啦，東方寶寶咁啊63紅帽響個尾5嘅，內欄尾4銳一啦，出邊啊巴閉佬太行美景向尾2啊，暫時電流古龍高升嚟噶，轉緊彎啊，銀亮豪俠就放啦，咁啊接嚟都大約1個身位嘅爆熱第2位啊，內欄第3有日眾月讚，中間第4魅力星啊，第5位外邊城中勇士埋邊泰勝區啊，咁啊博入邊啊銳一睇下追唔追啦，咁啊響外邊追嘅馬，咁啊有呢隻南區王啦，63東方寶寶大外檔巴閉佬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銀亮豪俠仲係佔先嘅，見到爆熱3幾箭步拍上嚟向佢挑戰噶啦，出邊追上嚟嘅馬有東方寶寶，中間魅力星，外邊位置仲有隻巴閉佬啊，最後100零米爆熱就已經係透出咗都穩勝呢場賽事嘅啦，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啦，第2名啊嘛埋邊銀亮豪俠追。喺泥地1200米，
一檔馬起步可以輕易貼欄領放，或者守好包廂位，完全唔使驚出外碟食沙。佢本身具備一定班底，落到5班對手大幅減弱，配合黃金一檔，絕對係今場嘅穩膽首選。11號謙謙君子，泥地專家輕磅極具威脅，次選我哋揀11號謙謙君子。呢隻馬由葉楚航訓練，交俾泥地發揮一向硬淨嘅蔡明照執韁，泥地性能絕對有保證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準備好嚟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躍出嘅。中間比較快啲嘅馬有黃金盒啊，內欄係盛世威風啊，第3位就係爆熱啦，外邊第4係順善寶啊，南區王第5位、第6位藍衫白帽就多彩多姿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宜昌奇兵淺藍衫啦，咁啊大約尾5就飛雲黃帽嘅，尾4紅眼罩謙謙君子，尾3綠色衫東方寶寶啊，尾2內欄黃衫逆市奇葩響後邊係開心3多嚟㗎。好啦，咁啊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係嗰隻黃金盒嚟㗎，咁啊爆熱就跟住個第2位喎，第3位嘅馬埋邊呢仲有盛世威風啦，第4位中間係南區王淺藍衫嘅，響外邊呢就順善寶紅眼罩啦，而咗出去外邊啊第6位嘅馬有多彩多姿啦，揈出去外邊追有謙謙君子啦，出邊啊飛雲啦，大外檔東方寶寶啊，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佔先嘅馬黃金盒鬥緊，中間呢就係呢隻爆熱嚟㗎，後多層嘅馬順善寶中間追啲啦，再喺中檔上有多彩多姿啦，出邊追上嚟嘅馬係飛雲嚟㗎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平排衝刺之下，外邊飛雲一個勢頭相當勁啊，中間仲有多彩多姿啊，再數入邊黃金盒啦，爆熱啦，出邊謙謙君子啊，夜馬嗰匹。今次抽到3檔靚位，而且負磅只有117磅，喺泥地賽事輕磅加上內檔，簡直係如虎添翼。只要出閘順利，入直路隨時交出凌厲後勁，作配腳最穩陣。跑馬無絕對，幫大家拆解晒啲盲點，但臨場變數都好重要。大家記得睇定賠率走勢，同埋留意沙圈隻馬嘅航圈狀態先好撲除啊！靈活走位先可以長賭長有。覺得今次呢個全方位分析夠晒立體，幫到手嘅，記住即刻俾個 like， 分享俾你身邊一齊睇馬嘅朋友，同埋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你覺得今場邊隻馬最有機會突圍？等我哋一齊喺留言區傾下賽馬經。馬迷朋友，祝大家今場大豐收，我哋下次見。